敬拜上帝，若无伫这所在，就无意思，就无来遮就空空啦吼。上帝即时临在第一站。所在来敬拜上帝啊！我早起来的时阵，就拄着一个互我真感动的代志。苏牧师来到这个所在，伊讲伊来领召我来。咱是毋是吼？爱搁较勇敢，啊，搁较有气力吼，来做上帝的囝儿吼。咱来吟第二节。心来敬拜上帝。也这平安，只是安静咱的心。首先，请将手机先关机，今日咱今早起下礼拜。
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叫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这是咱的吟圣诗173首，上帝即时临在。173首，上帝即时临在，请起立。这是咱用使徒的圣经，告别咱的信仰。听，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吊倒人来受苦。变是过死，埋葬轮毂。第三日，伫死人中过活，上天，早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免。这是咱来启应，启应文第8篇，启应文第8篇，我来启，恁来应。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
我要行治水，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我要行治水，虽然有军兵扎营要攻击我，我的心也无惊吓。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悠然自在，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悠然地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伫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照亮伊的殿，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前保护我，伊让伊来，将我放伫伊宝贝看目的所在，举起我伫石板顶，打我的头壳得到牙气。较悬的伫我四面的对立，我要伫伊的宝贝献欢喜的祭。我要吟诗，也要唱歌，学乐耶和华。耶和华，我出声求救的时，求你听。我求你怜悯我，应我。你捌讲，恁着羡慕见我的面。于是我的心对你讲，耶和华，我要羡慕见你的面，毋通对我黄你的面。毋通想起来赶你的路步。你平素是做我的帮赞，救我的上帝啊，毋通放杀我，也毋通离开我。因为你父母离开我。耶和华要收留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为我对着缘故，带我伫天塔的路。只是安静咱的心，下头来祈祷。主爱天父，阮来到你的脚前，向你祈祷，嘛要感谢学了你。每一天，我看到日出、日落，黄昏的时，天色渐渐暗，好亲像在甲咱讲，爱珍惜光阴，一天真紧就过去啊！主啊，你落好的雨水，互土地软软，其中所发生的得到你的祝福。你也替阮陪伴家庭、陪伴走天路的好朋友。阮深深感谢学了你，亲爱的主。阮伫生活中一拄着困难，家己无法度解决的时，就赶紧祈祷，向你祈求。等代志一个过，就袂记你了了。甲你当做敢若雨伞，要用的时摕出来，无爱用的时囥到一边，嘛亲像是船过水无痕。即种的生活态度，圣神时时提醒我，着反省家己。求主你来赦免我。亲爱的主，求你我内面的罪，你拢知。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嘛试验我，知影我的意思，看我内底有啥物歹所行无，引带我行永活的路。至圣的天父，我知影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是必须爱经过长时间的锻炼。生活中每一个考验，拢是有利益的。有人讲，上帝要开的门，无人会使关；上帝要关的门，无人会使开。凡事拢有你美好的旨意。主啊，愿恳求你，伫阮的生命中，你哪来哪加添，我哪来哪少。若是你稳准会发生的代志，我就顺服来承受。愿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这是咱来看圣经，约翰福音20章29到31节。约翰福音20章19到31节。那日，门徒因怕犹太人。所在的地方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他把手和肋旁给他们看。门徒一看，见主就喜乐了。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他向他们吹一口气，说：“领受圣灵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那12使徒中，有个叫
低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其他的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对他们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在一起，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他对多马说：“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把你的手伸过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回答对他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那没有看见却信的，有福了。”耶稣在他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录在这书上，但记载这些事，是要使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他，好因着他的名得生命。台语和译本。共迄个礼拜日暗时，门徒聚集的所在门拢关着，因为因惊犹太人的领袖。耶稣来徛伫因中央，对因讲：“愿恁平安。”伊讲了，将双手甲协会互因看。门徒看到主，真欢喜。耶稣阁甲因讲：“愿恁平安，亲像爸有找我，我嘛找恁。”讲煞，伊对因崩溃，讲：“领受圣神。恁赦免什么人的罪，因就得到赦免；恁无赦免什么人的罪，因就无得到赦免。”多马嘛叫做双生仔，伊是12使徒的一个。耶稣来的时，无甲因做伙伫遐，所以其他的门徒甲伊讲：“我已经看见主啦。”多马甲因讲：“我若无看见伊手中的钉子，用指头摸伊的钉子，搁用手摸伊的血液，我绝对无信。”一礼拜了后，门徒搁聚集伫厝内，多马嘛甲因做伙，门关着。耶稣来徛伫因中央，讲：“愿恁平安。”然后伊甲多马讲：“伸指头来遮探我的手，伸手来摸我的血液，毋通无信，就信。”多马讲：“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甲伊讲：“你看我，你看到我才信哦，无看到来信的人真有福气。”耶稣伫门徒的面前，也阁行真侪新业，无记载伫这本册。记载遮个是要互恁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阁互恁通过信，靠伊的名得到活命。以上是上帝的话。这时，咱请社青来学乐，要吟的诗歌是《你爱永不变》。
荣耀性。这边咱只是当心来祈祷。满有丰盛稳定、甲慈悲怜悯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国话，互阮会通来领受对你来迄个国话的活命。愿你的神即时运行伫阮的中间，也开启阮的心，互阮会通对你的话语当中，搁一解来得到激励，得到帮助，得到快乐。愿你即时亲自甲阮。对阮来讲话，互阮所领受的，以及所分享的，平平得到主你的话语的祝福，甲稳定满满。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段，都是伫咧即个主耶稣国话的迄个早起了后壁，就是。礼拜日的阴暗所发生的代志，以及后来搁过一礼拜所发生的代志，也因为安尼，所以真侪人将迄个规个焦点来放伫咧即个罗马的即个新像，所以若是讲到罗马的时阵，真侪人会讲这是唔信的多嘛，不信的多嘛，或是多疑的多嘛，或是怀疑的多嘛，但是却无法度来暗藏一个事实，就是实际上真侪信徒所活出来性命，拄好正正就是多嘛迄当时所表现的迄款安尼性命。只是干来讲有可能咱无愿意承认安尼那定。因为就算讲即个7日的即个第一日所看见即个国外耶稣，嘛无代表讲因的即个安尼信仰，也是讲因的信心有好到对倒位去。那因为这会通对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段的第19节内面讲安那，伊讲门徒聚集的所在门关闭，因为因惊犹太人的领袖会通来看出来。所以经文伫咧迄个安尼内面伫讲，即一群的即个组织的做伙的即个门徒，因为惊犹太人，门拢关咧，这会通讲是通好完全通好来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他们门要关着？因为当因所军队即个主耶稣，因的老师，互人用着即个罪犯的身份。安尼被钉死伫咧即十字架顶了后，伊即个罪犯用讲即个罪犯，佫毋是干普通的罪犯，是啥？那政治犯啊！因为钉十字架一定是属于即种叫做类似叛国是讲这有要窃夺国那个政权即款安尼迄款的才有可能会安尼受到即种。安尼，即款十字架的即个刑罚，所以咱就通知影讲，因伫咧因的老师去互人钉十字架了，因的迄个安全论真讲，他们的安全是岌岌可危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跟随着他们的老师，他们老师是政治犯，那他们是什么？他们也是一样所以说迄叫做走都袂赴米都袂赴所以因的安尼迄款的惊吓真自然，迄是因伫咧迄个时阵一个真自然的迄款的感受。门拢关着，即句话毋若是干讲出着迄个门徒的迄款的惊吓，安尼若定，嘛在表现一件代志，就是国外耶稣安尼伫咧。迄个安尼讲，伊伫咧行动上，伊完全无受到迄个咱讲时空迄款安尼的迄个限制，他没有受到时空的限制，虽然讲即个国外耶稣，伊虽然有某一种的咱讲肉身，他有某一种的肉身，但是他的肉身却是无亲像
即个普通的人的迄款安尼，咱讲血肉之躯哦，因为普通人的血肉之躯没有办法穿墙而过哦，永远受到即个时空的即个限制。若是佫另外一个就是即个罗马伊所要求的，伊伫咧咱今仔咱所读的即个经文内面伊伫遐讲啥呐？伊讲伊毋若讲伊要爱会通好看到耶稣，佫而且爱佫会通好摸着。伊伫咧迄款安尼迄款的迄个要求，拄好咧代表着即个早期的迄款迄个信仰团体因的一寡迄个偏差的迄种想法。伫约翰福音会通讲照着多马所讲的互咱知影一寡伫咧伊迄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寡谣言甲唬人的一寡声音。就算讲伫咧数十年了，已经迄个年老的即个使徒约翰，伊伫咧写批互遐个教会时阵，伊安怎写？伊伫遐期待讲伊坚固因的信仰会通激发因的疼心的时阵，伊伫遐咧写着遐个批信的时阵，伊伫遐嘛伫咧迄个批信的头前，伊犹原安尼伫遐强调讲讲信徒所信的迄个活命的道，乃是所有的即个使徒，包括伊在内，是因所听见的、亲目所看见的，佮所观看也亲手摸着的。所以，咱会通伫咧即个过程内面，咱就通看见，其实信仰的累积有时需要安尼亲自去听见，亲自去安尼亲目去看见，亲手去摸着，才有法度安尼来渐渐来安尼得到建立。咱若讲，咱今仔日的即个会通讲是即个主角多嘛伊只不过是敢若讲出迄当时。所有的门徒，因实际上因心内的迄个想法，安尼若定。今仔日咱伫咧咱今仔日现代咱即马犹原有侪信徒，因为无共的迄款的无共款的理由，有当时咱有可能咱是为着人的缘故，有当时是因为过去所受到的一寡伤害，有当时是因为咱家己的认知的关系。有当时是咱无愿意去改变，拒绝改变；有当时是烦恼别人会对咱有啥物款的迄款安尼怎样的想象，以及咱别人会以为咱是怎样。有时佫是迄种自卑带来的迄款的自卑，迄个自高，比较互咱将咱家己关伫咧咱家己自我认为安全的迄款的处境的下面。以为安尼就有通平安，但是咱会通看去，实际上安尼的人，因心内犹原无平安，因为因一直伫迄个中间，一直伫遐咧自寻着家己的迄个痛苦的内面，袂记得咱的主耶稣已经过啊啦，甚至伫咧安尼讲有意是无意的中间迄个伊的生活内面所活出来迄款性命是主耶稣，实际上那亲像伫咧伊的性命内面是无过啊，犹原佫埋葬伫咧迄个梦空的内面，咁一般样。这拢是因为咱只干那看到咱家己本身，比较咱的心那亲像是死去共款，无有主耶稣的过活，迄个主耶无有甲主耶稣同过活，所以有的时阵，有个人伫遐咧分咱嘛听见着有人伫遐咧甲咱分享着伊家己的一寡信仰的迄款的经历。伫咧迄个经历内面，咱因为有可能咱无有甲伊有共款安尼迄款的经历，比较咱拒绝甚至否认伊迄款的经历是主的作为。咱哪亲像即个多马共款，伫咧心内伫遐不。安尼一直伫遐咧，安尼伫遐咧喊话，伫遐讲，我若无看到伊手中的迄个钉液，用指头摸伊迄个钉液，佮用迄个手摸伊的血液，我绝对毋信。各位主领导的迄个事实，敢袂因为咱的好人就无存在吗？
这是一个咱需要去想的问题。咱的主安尼搁一摆，伊当伊徛伫咱中间的时阵，伊伫遐讲愿恁平安的时阵，伊要搁一摆来对咱讲，伸出你的指头啊，探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血液，毋通啊，咱讲毋通无信就信。所以弟兄兄弟，当主耶稣遇到即个惊吓，而且门徒伫遐咧问，安尼请安了了。伊将伊的迄个双手，安尼甲着协下，互因看。伊若亲像早就去意识到遮个门徒，因迄一暗，因心中的遐做的迄款的犹豫。同一个事件记载内面，伫咧路加福音有一个搁较清楚的迄个描写，甲着迄个传说。伫迄个中间。伊伫遐讲着讲，因拄仔咧讲遮个话时阵，耶稣本身安尼徛伫咧因的中间，搁伫遐甲因讲愿恁平安。因伫遐戆影，搁掠做所看见的是神安尼伊就甲因讲恁啥事如乱心内安尼升起犹豫啊，就看我的手，我的骹，就是我本身摸我就知，因为神无骨无肉。照恁看见，我拢是有。所以耶稣伫咧迄中间来对门徒伫遐讲愿恁平安。伫咧迄暗真肯定，安尼会通显出一种真安尼讲真特别的迄款的亲切甲安尼迄种意义深沉，来对伫遮个门徒来讲，因为对伫。安尼即一群安尼因欠缺信心迄个以及欠缺悟性的这个门徒来讲，耶稣的讲话甲伊的显现，完全是因安尼讲意料之外的代志。个耶稣并毋是简单遇到这个门徒请安那点，搁较重要是迄个后壁的切恳。耶稣伊伫咧受难进前，伊向天父上帝伫遐祈祷，伊捌对天父安尼祈祷讲，亲像你找我入世。亲像你找我入世间，我也有找因入世间。现在耶稣已经完成伊家己迄个伫咧即个世间的使命，伊就直接将即个使命安尼交托伊家己的这个门徒。伊伫遐对着这个门徒讲，亲像爸有找我，我嘛找恁。门徒对耶稣所领受的。迄是一个主要是一个叫做宣告，以及着即个宣扬，甲着见证耶稣所完成的迄个救赎的迄个工作。迄嘛是福音的一个咱讲迄个福音的迄个基本的内容，就是咱领受着即个福音了，咱一个真要紧，咱需要去参与的，就是咱需要去宣告，咱需要去宣扬，咱需要去做见证。耶稣捌安尼公开伫遐来安尼讲预言，伊伫遐讲当伊得到荣光的时阵了，伊要将圣神赐予遐信伊的人。现在耶稣已经答伊对死过活了，也就是讲伊已经得到荣光，所以耶稣就将即个圣神赐予遐受差遣安尼要出去的这个门徒，应该安尼看做是迄个耶稣的迄个预言的迄个应验。伫咧即边的迄个领受圣神，甲着咱后壁咱所领受着迄款的五旬节的迄款的即个圣神降临节然后伫咧这一次的这个领受的这个圣灵，跟五旬节所降临的那个时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种那个体验。伊是咧无共的所在，迄是因为伫咧主耶稣伊也未上天，咱今仔日所领受的这条经段是耶稣伊也未上天进前所发生的代志。伊伫过来咱讲，伫咧即个事件内面因为伫咧即边只有干那一小群的这个门徒，过来就是伫咧即摆所领受的这个圣神并无任何迄款的神奇奇事来发生。但是有一个通确信的。就是主耶稣伊欢喜，伊欢喜安怎？欢喜赏赐圣神，互建立军队伊的人。耶稣伊伫咧迄中间，伊欢喜将安尼圣神赏赐互
遐个军队伊个人，佫毋若安尼难听，佫主要说伊佫想出一个权，互遐个当时的文图。后来即个权交互罗马手所建立的教会，就是伫咧即个福音的即个宣扬的即个过程内面，伊一个真要紧，咱讲一个真终极的一个目的，就是爱安尼所有听见即个福音的人，因落尾因需要做一个决定，他们需要做一个关键的选择，就是伊迄个选择就是叫做咱用哲学的用语叫做非此则彼，你的选择毋是安尼就是安尼。你无有其他的选择，什么款的选择？这个选择，伊将世间人分做两大类，一个是信的，一个是毋信的，安尼两大类。迄个信耶稣，安尼信耶稣的人，伫咧圣经内面怎讲信的人安那不被定罪。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了。因为他们不信上帝独一儿子的名，这个赦罪权，原底本底就是真完整安尼属伫咧这个上帝甲伊所差遣的这个独生圣囝耶稣基督，这是主耶稣因的权。照着这个权柄，这个受差遣出去的这个门徒，因伫咧这个中间，伊只简单会通来按照这个世间人伫遐来宣告。宣告啥物？讲上帝伊要互人有迄个赦罪恩典，上帝要收拾人有迄款安尼赦罪恩典，就是上帝伊要欢喜来赦免人的罪。遐因为听了即个福音宣告，来伫遐来决志，来伫遐来顺服信靠耶稣的人，因的罪要得到上帝赦免。这是伫咧咱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经段内面一个真要紧。上帝伊欢喜安尼赦免咱的罪。那倒变过来讲，就是遐当因听了这门徒所宣告的这个福音了，因悠然拒绝来相信的，迄个罪就留地，罪仍然留着，也就是罪仍然没有得着赦免，因为主让我们每一个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只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人在往往我们在上帝虽然给我们有这个100%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可是我们往往因为我们依靠我们自己，我们的所选择的结果就是失败，就是选择错误。当这个国外耶稣搁一摆来到伫门徒的中间的时阵，伊遇到这个多马的吩咐。迄句话，伊讲毋通无信，就信。是咧对多马迄个，我绝对毋信。伫咧迄个中间，安尼会通讲做一个对比。讲包括着即个多马伫咧迄个时阵，伊款的态度，一个咱讲真巧妙的一个安尼对应。当多马用着迄个类似。迄种敬拜，迄个安尼讲言辞，伫遐甲着伊迄个谦卑的态度，伫遐讲来表达伊对耶稣的迄款的，咱讲宣认，也是讲迄个，咱讲迄个告别，伊讲伫遐讲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却伫咧迄个中间，伊线接来安尼照着多马迄个只有看见，才来信，来启示门徒一个搁较要紧的。就是比多马的信搁较悬、搁较有深度的迄个信，迄就是啥？遐个无看见来信的，遐个无看见来信的，伫咧迄个中间，咱会通看见着安尼，咱历代这个信徒绝大部分的信徒的信，拄好正亲像着耶稣伊所讲的，拢是遐个无看见来信的，所以因拢是真有福气。所以弟兄兄弟，当咱伫咧安尼软弱无力的时阵，甚至咱安尼拒绝相信有人看见迄个国外的主的时阵，主耶稣欢喜，搁一摆来到伫咱中间来咱显现，
伊要互咱会通安尼有机会来甲即个国外主来相拄。问题是，咱有要欢喜，甲着即个当神的兄弟同齐伫遐来等待，甲着即个国外主相拄啊无？是咱游玩共款，亲像迄个植物共款，叫做规丛好好，完全无愿意改变。是无愿意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去做任何的超揣。咱的主伊毋若安尼欢喜，伊欢喜甲咱相拄。照着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伊佫欢喜赏赐圣神互建立军队伊的人，佫爱咱照着宣认，也是讲告别咱所信的，将主耶稣迄个赦罪救恩传互咱四围的人。互因甲咱会通共款有分伫咧主耶稣国外安尼迄款安尼生命。若是安尼，咱大生需要的就是咱需要甲国外主同国外，无搁踮伫咧即个死实黑暗无远望的迄个处境的迄个内面，因为咱拢是迄照着主伊所讲的，咱拢是遐个无看见来信的。因为咱拢是真有福气的人，因为咱敢有倒一个人有看见国外的主过？无。但是咱今仔咱踮伫即个中间，所以咱会通确信，咱拢是照着主所讲的，就是咱拢是遐个无看见来信的。所以咱照着主所讲的，咱拢是遐个真有福气的人。所以国外咱所需要的就是。咱需要将咱的生命不断伫迄个中间来改变，来互主的光，甲主伊迄个国外的生命，来互咱的生命安尼哪来哪好，哪来哪更新，哪来哪得到迄个主伊迄个国外的画面。咱就要互侪人看见咱的迄个生命是迄个通羡慕的，是迄个安尼通来去军队。就侪人要因为咱来安尼得到安尼迄款的国外的画面，所以弟兄姊，求主帮助咱，互咱伫咧面对着咱今仔日咱的迄个生命处境，咱毋是因为咱洗礼了，咱讲一步登天，国外咱的生命就已经得到国外主的生命。咱需要伫咧迄个过程内面，咱照着洗礼了，咱安尼不断。互主的话，诚做咱的快乐，诚做咱的帮助，互咱的生命安尼一步一步，将咱的原底迄个旧底的老我，咱的迄个一直伫遐，干那看着家己安尼迄款的生命，会通慢慢安尼一步一步安尼来甲伊安尼拄离开，互咱的生命哪来哪有迄个主的国外的气味伫咧咱的生命内面来活出来。咱只有干那愈来愈无看到家己，愈来愈安尼，伫咧迄个中间安尼，无搁再坚持咱家己的侪的意念，就主伊的迄个国外画面，要哪来哪侪伫咱的生命内面，安尼来凸显出来，来安尼活出来。所以求主帮助咱，伫咧国外节的即个第二主日，咱搁一摆重新来思考。咱检视迄个妖异的道码，是咱要亲像主伊对咱所讲的，咱因为无看见来信，就咱要得到侪的主的福气，来享受伫咱的生命的逐个时刻，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阮虽然小信，有时阮甚至对主你有侪的谣疑，甚至阮对主你的话语拢真清楚，但是阮却无法度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但求主你怜悯，也求主你赦免，特别恳求主圣神也来帮助阮。互阮会通，因为阮对主你所领受的话语，会通搁一摆来受到提醒，互阮的生命
会通哪来哪亲像主你一般样。也就是阮的性命，要甲主你安尼同死同埋葬，也要甲主你的国啊同国啊。互你的性命不断来显现，兑现伫阮的生活、阮的家庭、阮的性命的每一个时刻，拢要有主你来伫阮的性命内面来掌权、来引带阮、来带领阮，互阮会通活出一个有国活的主，安尼迄款安尼大气力的主你所欢喜的学生，你的大能的勇士。但求主怜悯阮、帮助阮，互阮过来的日子，阮无搁再亲像即个安尼妖异的刀马，乃是要阮要专心的倚靠，互阮的性命会通来真做人的迄个因的性命的影响者，互因的性命也甲阮同款来得到主你国外的换命。安尼恳求祈祷，当上个做叫做圣名，阿免。一首上帝所赐活命，请起立。咱来进行11奉献。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天下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
坐。这是咱来进行奉献，咱来请曾建民执事甲李安心执事。阿门，下坐。这是咱的报告。报告大声，咱请问今仔有新来的朋友无？牧师，我们要不要？有没有你知道的要介绍的？没有，我没有。说无书啦。哦，说无书，说金无牧师哦。咱真欢迎啊，说无书来伫咱中间吼。伊对世界遐安尼个专工挑倒来到伫遮，甲咱同齐做礼拜。感谢主，牧师家己会使骑奥多摆来呢，吼，无简单，所以咱希望讲，咱80岁时嘛会使骑脚踏车，小慧你老师安尼搁去骑脚踏车啦，行来，这是咱来看报告第5页。本主日是11奉献主日，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给咱生活上各项的恩典。第二，这个礼拜4会早起9点半，上年团契有乐龄活动，就是伫教会遮有运动、有诗歌，有读圣经，
当顶的活动，咱毋免年纪大的长辈，毋免一直坐咧厝诶看电视吼，会说来遮做活动，身体佫会健康，佫会使讲话，吼。有人讲一个人一工爱讲万字句话，啊，无会得忧郁症，哦。所以，阮更生团契的总干事，因若转去的时，食饭食饱，伊就甲因太太讲：“爱人开始。”安尼。啊，第三，主日礼拜了后，咱来开主日学教员会，请同工毕办心参加。第四，4月12到14，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三，伫个南口庆市中会要举办新中70年周年教会成长宣告研讨会，咱牧师要去参加。第五，5月23是圣灵降临，降临节，迄天咱教会有圣礼典甲中职的改选，请兄弟爱来参加。有要洗礼兄弟，请你爱先填迄个洗礼申请书，了后爱甲迄个教育组的闭关长老来约定时间来上课。第六，5月30教会要举办野活礼拜，伫今仔已经开始报名吼，伫5月16要截止。报名费将200块，迄个伫招台道顶头有报名单，请咱来填写。第七，咱的大洋教会60周年纪念特刊早都已经开始要征稿了，到这个月底来截止。希望咱兄弟用个拨时间，安静咱的心来想，伫南洋教会对这个上帝感谢、懊恼、异常、见证、分享等等。伫南洋教会小故事拢嘛会使摕出来写，所以每一号还佫另外爱交3张到5张的相片。另外具体的消息，新中职场事工部今年开有迄个3场的名人讲座，第2场的时间是伫4月23暗时7点20分，伫三光教会，伫新北市的沙丁堡遐，地址遮就无有写。咱来看第6页，4月20到22，就是拜二甲拜四，伫个新竹的圣经学院总会有举办通常的议会，咱牧师要去遐参加。另外5月初8，就是星期六，早时啊9点到12点，伫咱教会有总会教育委员会要举行主日学教材演习会，咱请主日学老师会使踊跃来参加。嘛会使提供意见吼。另外，佫有5月21，就是星期五，伫罗东教会有咱总会来办的101新加倍宣教运动推动中心，就是属于即马有高龄化的社会吼。咱教会嘛有真侪高龄的长辈，所以咱来举办即种的引法桌游带领培训课程。其实这种的不但会使帮助家己，佫会使帮助别人，这是真好的一个学习的迄个机会，请踊跃来参加。其他的注意事项，迄个疫情还袂过，但是咱台湾因为做了也真好，所以大家迄个预防的心渐渐会已经松懈了，大家爱注意。另外，还佫有第7页。第4页就是咱的事项风险报告，若是有重大的，请来甲干事更正。后礼拜若要事项的迄个咱的司理，也是服侍迄个同工，请大家有备办心。这是咱来看咱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伫个约翰福音20章29节。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那没有看见却信的有福了。”现代台语的汉语本，咱来念一遍。耶稣甲伊讲：“你看到我才信哦，无看到来信的人真有福气。”这是咱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这是阮同心向你献上感谢。阮看到宜兰青林林的稻仔有够用的产水，
凄翠的山岭，阮深深感谢你。因为阮知影南部甲中南部的产地，大家拢避开，家庭的用水嘛严重的欠缺。求主你降落雨水，互大家各区的水库。9天前，花莲发生重大的铁路事件，50个人突然间来失去性命。迄当时，迄点久，因的惊吓，咱真是无法度来想象。当阮伫电视看到受伤的人，甲因的家属，迄种失去亲人的悲伤，迄是人间上深的痛。主啊，求你亲自去安慰因的心，求主你互执政者有智慧、有勇气来改善代替的结果甲财务。主，武汉肺炎造成全球的灾难。求主你保守，互遐个确诊者得到医治，全球恢复正常的运作。至善的天父，教会就好亲像是社区、社会的灯塔。求主你，互阮每一个信徒领受圣神，谦卑合一，顺服上帝的旨意，谦卑学主，放落自我的观点。互主来掌权，互上帝国早日临到南洋教会。教会中热心服侍的人杰弟兄，求主来医治保守伊早日恢复健康。阁有一男兄伫营总做各项的治疗，求主你保守伊早日恢复健康，倒转来宜兰。阁教会中侪年老的、身体欠安的，阁心情真郁卒的，主啊，求你的灵来甲因同在，互因知你其实拢无离开因。主啊，愿感谢你，伫遮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尊名，阿门。阿门。这是咱来吟会祝福的诗歌514首，搭要散会求主祝福。因煞咱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是啊，主，阮的教会的奉献是对阮做起，但愿你赏赐阮对你来迄个国外换命，伫阮每一人的心内，以及阮的生活中，拢会通结出侪侪圣神的果子，互主你的心通欢喜。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也帮助阮，调整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会通无搁再亲像即个妖异的即个刀马共款，乃是阮要着信来伫咧阮的日常生活中，当阮拄着任何的试探的时阵，阮会晓随时转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安尼求主来得到帮助。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帮助阮。
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性，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拄仔袂记你交代咱的司礼者，迄落要来颁发即个洗礼证书请迄个准仔敢有来？来，咱请淑华来头前好吗？淑华，那个家军拍照相，来，淑华伫咧顶礼拜领受洗礼。所以咱伫遮来颁发即个洗礼证书，甲着一本的即个圣经来安尼送互伊。好吗？